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2月12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胡市、胡指胡威，还有胡一金老师今天胡市三大指数集体走高，截至收盘，沪指涨0.85%，收报3346.39点；深成指涨1.43%，收报10708点；创业板指数涨1.81%。沪深两市成交额达到16772亿元，较昨日放量413亿。这个成交量还是可以的，在1.5万亿以上。而且喜欢看 K 线图的今天也会很高兴，因为这个指数站上了60日均线，显得还是比较强势的，尤其是量价配合个股方面，上涨股票超过3500只，有将近100只股票涨停，有一部分 DeepSeek 概念股持续走强，行情让金融消费者要笑逐颜开，很快就要进入眉飞色舞的状态。但是在我看来，股市还是有很强的隐忧。如果你留意看今天的大盘指数是靠着尾盘偷袭，本来今天都是收一个阴十字星，甚至是下跌的，但是在尾盘权重股的带领下，勉强站上60日均线，只能说相对来说是个好事，收复了60日均线的，但是面临着一个巨大的抛压，所以说在未来的2天，周四周五可能要出现一个巨震，如果要拉升，那回踩的压力会更大。这个我们可以看到指数是在创新高，但是有很多其他的指标都已经拐头向下所以这个更像是强弩之末，甚至叫背离的现象出现了，给人感觉像是补涨，有一些股票它补涨，而且根据以往经验，大盘股涨的时候，指数涨，其他的股票都要回调，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金融消费者不要高兴的太早，要考虑一下风控，要正确的认识到今天拉升尾盘呢，它主要的一个作用就是一个弱势股的补涨，也就是那些股价远低于60日均线的股票，它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补涨。而且每次尾盘拉升权重股，目的很简单，就是掩护一些高位的股票获利了结。所以在这个时候，已经大涨的股票，金融消费者一定要远离，绝不能再去抬轿子接盘，把自己变成山顶资本。在股市的基本面没有改变的情况下，在这个股市本质没有得到纠正，谈不上牛市，只是反弹，都是零和博弈。这个 DeepSeek 热点一旦滞涨，这个补涨的结构一旦结束，就可以宣告反弹结束。目前这个位置更像是反弹的末端，当然这是原因之一，更重要的原因是今天尾盘偷袭又跟小作文有关。当然了，这回不是小作文，有可能是大作文。记住了，股市现在被一只无形的手在操纵，去年这个无形的手一直在操纵股市，今年过完年之后这又上班了。至于什么小作文，估计是跟房地产有关系，因为我看房地产股都反弹，都在涨，也正是因为跟房地产有关系，所以这个仅仅是小作文，它就是兑现了，也不是什么好消息。所以大家还是要理性，房地产绝对不是什么一个政策一个口号就能让它变好，房企就能起死回生，哪有那么容易。大家还记得这个关于房企的房地产的小作文吧？去年过完年之后就传政府收储，收了1年，请问效果怎么样？所以仅限于炒作，所以一定要小心。华尔街齐声唱多中国股市，大摩小摩如瑞银加入看涨行列。这个摩根大通策略师指出今年流入中国互联网公司的资金一直是积极的，在 DeepSeek 的冲击之后出现了激增。他们写道，我们认为未来几个月亚洲将出现机会之窗，中国股市将再次出现战术反弹，推动势头上行。按照网友的说法，这些外资机构看多，那恐怕是在出货。摩根大通还接着说，他说人工智能正在进入一个新阶段，其应用程序将推动下一波价值创造，这可能利好中国。指出人工智能的推广和相对较低的估值使中国科技股有望跑赢，建议买入阿里巴巴、百度、比亚迪、腾讯、小米、小鹏汽车等对人工智能应用有显著敞口且期权市场流动性较强的一揽子股票。那相比较外资机构的唱多，那我们看看国内专家是怎么看的。首先说 A 股有没有机会上4000点，咱们听一听这个李迅雷老师是怎么说的。大家看视频，有没有可能再回到4000点？大家想不想听一下？我是还属于这个证券从业人员所以我们这个行业监管部门有规定是不能够讲点位的。如果讲个指数的话，我们这个上证综指是越来越缺乏代表性的
因为我曾经做过咱们这个中国指数公司的这个咨询专家啊，我一直建议我说，我们的上证综指在这样一个全样本的综合类指数，在全球基本上都不存在了，啊，都是成分股指数啊，所以如果我们还一直纠结于这个4000点的话，会感到很难受啊。我们要寻找，就像巴菲特一样啊，要买 ETF 啊，千万不要期望着我们指数能涨多少点，我们还是应该去寻找这些优秀的企业啊，有成长性的企业啊，比如说像美国的这个叫这个七姐妹是吧？啊，其实真正涨的就是少数公司啊，对指数做出了巨大贡献啊，大部分公司都是没有贡献或者负贡献啊，所以我的建议，我们一方面啊要寻找这个阿尔法啊，但是阿尔法很少也很难。从924到这轮行情里面啊，我觉得有些个人或者有些机构啊，它主要靠做贝塔做得好啊，获得了超额收益啊，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我们要踏准啊这个政策变化的节奏啊，这个可能是今年更多的机会吧。谢谢。李顺雷很委婉的，指数早就失真了。如果你盯着指数炒股，恐怕没有好下场。那指数已经失真了。去年一直鼎力唱多的东吴证券一个叫陈果，东吴证券首席陈果提示交易拥挤风险。而陈果表示对 AI 加投资主线中期看好，逻辑判断不变，短期投资者也要注意部分主题交易拥挤度接近历史最高水平，操作上不宜盲目追高，市场可能随时会迎来一定的震荡与结构轮动，可以积极关注其他政策受益方向，核心龙头公司可逢调整积极布局。陈果的意思就是 AI 再好它也有回调的时候，所以大家要小心。说到回调，这个大摩对咱们的一只牛股叫中芯国际给出了减持评级，也就是旗帜鲜明的做空看空咱们的牛股叫中芯国际。摩根士丹利发布研究报告称，维持中芯国际减持的评级，目标20港元。大摩虽认同先进节点生产的强劲增长，但因2025年竞争加剧，仍对成熟节点业务表示担忧。中芯国际2025年市盈率为2倍，该行认为中芯国际并不具吸引力。报告中称，公司因产品结合组合改善，2025年首季营运指引目标超预期，同时积极的资本支出仍在继续。大摩相信，中芯国际今年第一季度强劲表现将归功于中国消费补贴所带动的产品组合以及先进节点生产的高晶圆价格。就全年而言，中芯国际预期收入增长快于同业平均水平。由于近年资本支出高企，大摩预期集团折旧将持续增长，这可能对其2025年利率状况带来负面影响。对中芯国际要减持。我们再看看这个胡适奇葩公司，没有最奇葩，只有更奇葩。上市8年，造假8年，这一上市就持续造假，他恐怕上市就是造假的。创始人套现20亿后离场，国资24亿投资全亏光。这个股票叫什么呢？叫奇信股份。奇信股份创始人叶家豪通过8年的财务造假，骗取投资人信任，最终套现20亿离场，导致国资24亿投资全亏。造假手段，叶家豪通过虚构利润和资产，以及伪造、篡改、销毁审计工作底稿等手段，隐瞒公司真实财务状况。国资损失，新余投控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收购奇信股份，成为最大股东，最终遭受巨大经济损失。审计违规，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所作为奇信股份的审计机构未能发现造假行为，被重罚并暂停业务。一家看似蒸蒸日上的公司，背后却隐藏着长达8年的惊天骗局。26.3亿的虚假利润堆砌出一个光鲜亮丽的外壳，最终
在一声声巨爆中轰然倒塌。首先，国资跑去接盘，这个里面有猫腻，不要说被骗，你真的要去收购，你尽职调查，你的审计，你不可能那么轻易的去收购，所以出现这样的国资损失24亿，这就得好好查一查，这里面绝对有猫腻。这第二个，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作为审计机构，一定参与造假，不叫参与，至少是默认他什么都知道，但是他又装着什么都不知道，就像普华永道跟恒大之间关系一样，重罚暂停业务都是轻的，应该抓人。这个企业这家会计师事务所永远关闭，完了这些从业人员只能改行。8年造假。3个，胡适还有多少这样的公司没有查出来之前，一个个的都是光鲜亮丽，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还走牛市呢？那奇信造假是怎么被发现的呢？澎湃新闻2023年4月21日报道，他说2021年对奇信股份员工来说注定难忘，公司内部氛围压抑的让人喘不过气，业绩暴雷的消息早已在小范围内传开，终如几名员工再也无法忍受这种煎熬，他们决定背水一战，向新余国资管理部门实名举报了公司长期财务造假的事实。这个大股东新余投控是江西省响当当的国资平台，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精心挑选的香饽饽竟然会变成一个烫手山芋。不光是江西省国资委，那个深圳的国资委不也接手了一个烫手山芋万科吗？这里面难道不好好查一查吗？编制出了财富神话。看看这个实际控制人叶家豪啊怎么玩的。时间拨回到2012年，那一年对于叶家豪和他的奇信股份来说是一个关键的年份，公司正准备冲击上市，可摆在叶家豪面前却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公司的业绩并不理想，甚至可以说有些惨淡，一个亏损的企业想要成功上市谈何容易。这个叶家豪深知想要在资本市场上呼风唤雨，必须拿出漂亮的业绩报表，于是他开始精心策划一场瞒天过海的计划。从2012年到2014年，奇信股份累计虚增，利润超过8亿元。凭借着这份漂亮的成绩单，奇信股份成功登陆深交所主板，开启了他的资本之旅。8年时间，叶家豪用一串串虚假的数字堆砌起了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也为自己编织了一个看似完美的财富神话。这家上市8年的公司持续了8年的骗局，最终在2021年被内部员工举报所揭穿，无数投资者血本无归，而那些曾经为奇信股份站台背书的机构也为他们失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也就是那个会计师事务所罚了2700万，但我想如果你不给他罚停，那他这些钱还要从别的公司身上赚回来，如此反复循环，何时是个头呢？我一再强调，我不是不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对吧？中国的体量这么大，理应有个健康的与之相匹配的资本市场。但是目前在中国的资本市场，忽视这些顽疾、这些弊病、这些漏洞没有得到解决之前，不会有所谓的牛市。你可以参与，但你要做好买单的准备，最终是要赔钱，基本无一幸免。但你绝对不是幸运儿对吧？有数据统计A 股散户85%以上的都是长期亏损。到目前为止，咱们的股市本质是零和博弈市场，比零和博弈还差，因为印花税、这个 IPO 募资钱拿走，大股东减持钱拿走，很多人从池子里往出抽水，所以它还不是零和博弈，它是个负的。叠加信息不对称、政策波动及黑天鹅事件，普通投资者易陷入追涨杀跌的陷阱，高频交易者还需对抗机构量化算法优势，胜率进一步降低。你看看，说到这个量化交易，你不能不提幻方，你就不能不提 DeepSeek。最近 DeepSeek 非常火，很多地方政府都发出了灵魂之问，说为什么杭州能出现什么六小龙杭州能出现 DeepSeek 这样的公司，我们大江苏、我们南京为什么不行？很多地方都在以这种方式在扪心自问，灵魂之问。有网友就开始问了，说我们大济南为什么没有？我们大山东为什么没有 DeepSeek 这样的公司？这个都能理解，我在前几天做节目都说了。但现在问题是火已经开始乱烧了，不是烧地方政府，而是在烧很多企业。有这些不友好的网友就开始追问了，说华为每年几千亿的研发，为啥做不出
住 DeepSeek。你华为的研发费用每年几千亿。第二个，你华为也说有大模型，也在搞这个算法、人工智能，为什么让一个小公司弯道超车了？人家做成了，你堂堂的华为为啥做不出 DeepSeek？ 你三折叠都能做出来。当然，至于这种质问，百度、抖音等等的，那就更多了，这叫诛心之问。说到这个 DeepSeek， 这胡静老师又来劲了。胡静老师说他让 DeepSeek 帮胡一静给3025年的人写一封信，写这样的信，想一想就会好奇、忐忑，并由莫名的思念油然而生，但又完全不知从何处下笔。胡一静说DeepSeek 帮我完成了这个工作，老胡把它贴到微博上，希望1000年以后真的有人看到它，包括看到你的评论区留言。然后胡一静老师让 DeepSeek 帮他写一封给1000年以后的人的信，致1000年后的你。显然这个 DeepSeek不能胜任这样的工作。DeepSeek 可以堆砌一些词藻。我现在越来越发现 DeepSeek 有点像董宇辉老师，你让他写个文章，他排比句非常多，而且用的词非常这个叫华丽，非常恢宏，但是总感觉缺少灵气。他帮胡一静写的这篇文章我就不念了啊，整个文章都是用我不知道，我每天开车，这显然不是胡一静老师的风格啊。胡一静老师都是老胡不知道，老胡每天开车经过这里，老胡现在坐在北京三环路边的一家餐馆给你写信，老胡是生活在2025年的人，老胡叫胡锡进，是吧？但是这个 DeepSeek 写的都是我。胡一静老师很有意思啊，他现在要给1000年后的人写封信，可以说啊，他这封信没有办法保存到1000年以后的人也不会看到他这封信。1000年以后，相对现在的信息量来说，我们现在就叫信息大爆炸。咱们这个浩瀚如烟的信息里面，要靠算法来给你推荐。你说1000年以后那信息量是多大？还得靠算法给你推荐，那怎么可能算到胡一静的那封信推荐给别人看呢？胡一静说，他开始评论马斯克领导的这个叫政府效率部，这个可以感受到胡一静老师还是心有余悸。他说马斯克在特朗普的背书下，带领他的政府效率部掀动了轰轰烈烈的传媒反腐败大调查，然后他们爆出许多信息令人咋舌，包括美国财政部每年有1000亿资金流向不明，说12个人在150岁时领取了社会保障金等等。胡一静说马斯克真有力量刮一场美式反腐败风暴吗？他真的有能力调动联邦调查局将一大批腐败分子送上审判台关进大牢吗？可以肯定的说，美国社会根本没人相信反腐大幕正在这个国家拉开。马斯克最多能帮美国政府砍掉或缩编几个联邦机构，定一些做事的新条文，但他绝无能力改变美国整体游戏规则，堵不上美国法律千疮百孔的腐败漏洞。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就是为各个精英群体服务的，国家的潜规则就是各个利益集团围绕法律缝隙相互妥协，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权力是轮流的，大家都有机会沾光。看看美国何时真正有过问责的情况，无论出什么大事，谁是该被追究责任的人，全是一笔糊涂账。总有人说美国体制使官员们廉洁，这样说话的人太天真了吧。胡锡进老师前2天刚开始他是为马斯克鼓掌，觉得马斯克在美国这么一折腾，把美国的丑给揭露出来了，他幸灾乐祸。后来他也害怕这把火烧到他身上了，全球掀起这么一股浪潮，那就不太好了。你看短短的几天，现在胡锡进老师就开始唱衰马斯克了，这可以说短短的几天，胡锡进老师心路历程走了一个循环。这个马斯克所作所为，我还是很佩服。马斯克是个理想主义者，敢想敢干。我拿他当东厂举例子，某种程度上他有点像，但不是贬义。你看，当朱元璋成立锦衣卫、成立东厂的时候，他也希望，对吧？或者他出发点，他想象的那个锦衣卫恐怕像马斯克一样。马斯克现在所做的一切，就是让美国的那些叫官不聊生了。大家可以看视频。Serious money. Mr. Musk, you said on X that an example of the fraud that you have cited was $50 million of condoms was sent to Gaza. But after fact-check this, apparently Gaza in Mozambique, and the program was to protect them against HIV. So can you correct the statements? It wasn't sent to Hamas actually, it was sent to Mozambique, which makes sense why condoms was sent there. Yeah. And how can we make sure that all the statements that you said were correct, so we can trust what you say? Well, first of all, some of the things that I say will be incorrect and should be corrected. So nobody's going to bat 1,000. I mean, we will make mistakes, but we'll act quickly to correct any mistakes.
You know, if the, I'm not sure we should be sending $50 million worth of condoms to anywhere, frankly. I'm not sure that's something Americans would be really excited about. And that is really an enormous number of condoms, if you think about it. But, you know, if it went to Mozambique instead of Gaza, I'm like, okay, that's not as bad, but still, you know, why are we doing that? This is X, and he's a great guy, high IQ. He's a high IQ individual. And he's got this, check out this cool chain he's got. So thank you very much. We had a busy day today. The king just left, and we've had a great discussion, terrific discussion concerning Gaza and everything else. We had discussions also about Saturday at 12 o'clock. 你看马斯克在白宫，特朗普坐着，他站着，然后把儿子骑在肩膀上，你不服的不行，人家就这样谈笑风生，把事给办了。有很多人他们搞不清楚，比如我看有人说马斯克的在美国变法，有点像这个山羊变法，也得像王安石变法，也得像张居正。我认为这些说法实际上都是在侮辱马斯克，或者叫不了解马斯克，既不了解咱们古代的变法，又不了解马斯克。我拿马斯克比喻成东厂，实际上是那种关系。你看特朗普任命马斯克，对吧？马斯克有权利到处去查，查完了之后直接向他汇报，这种权力结构很像工厂。他脱离了旧的官僚体制，层层汇报，对吧？走程序那样，那马斯克啥也查不了了。我们所熟知的古代的那些变法，有一个算一个，都不能跟马斯克这个相提并论。某种意义上马斯克这个是真正的为人民服务。我们封建社会那些变法变来变去，无非就是集权控制，加强控制。国家没钱，所以通过变法多捞点钱，这叫国富。那在这种情况下，老百姓那就变成工具，就这么简单。说轻一点叫与民争利，说重一点，老百姓你就是耗材，你就是工具，工具化。打仗的时候你上前线，不打仗的时候你耕种，这叫耕战。古代的所有的变法有一算一个，都逃脱不了这种模式。所以我们也没有必要为过去的那变法叫好，什么张居正的一条鞭法，什么王安石的青苗法，什么山羊变管仲，他们搞来搞去都是集权、财权、势权，各种权力越来越集中。马斯克搞的什么，对吧？马斯克就专门去落实美式民主，这不叫监督你这些当官的。而且马斯克说了，那些所有在清水衙门上班的，就是你的工资一个月才$4000的，但是你有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他都要查。你看看你这钱到底从哪儿来的？马斯克不管他跟特朗普什么关系，怎么折腾，他所作所为并没有超出美国的法，他在美国法律框架之下，还是美国的两党政治之下。你民主党如果有意见，那你来，你把他选下去啊。中期选举你把特朗普换下去，你看看马斯克是不是搞得美国民不聊生？一旦搞得美国民不聊生，那中期选举特朗普恐怕就干不下去了，是吧？就只能搞个4年算了。也正因为这样，所以胡锡进开始攻击马斯克，认为马斯克这个必然失败，因为美国表面上廉洁，实际上非常腐败。我觉得他廉洁高效还是腐败，这都是一个暂时的状态。一个好的制度，首先他应该有一个比较强的自我纠错的能力。那马斯克现在率领效率部大刀阔斧，那本身也就是美国制度的叫自我纠错能力一个体现，没毛病。当然了，在胡锡进老师的嘴里面，这个都变成了党争，都是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这是特朗普为了打击报复对手，为了出那一口恶气，把马斯克当工具来用，马斯克就充当他的打手。这个我觉得胡锡进老师他经常雕盘嘛，那肯定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说不出什么好话出来。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马斯克对吧？他以前还是世界首富，现在恐怕让位了吧？但是人家钱是花不完的，要民有民，要利有利，要钱有钱。他搞这个政府效率部，他图什么呢？只能说他是个有理想的人。胡锡进老师最后评论，他说特朗普与传统建制派之间水火不容，他要抓紧4年时间狠狠打击对方，所以撑腰马斯克往前冲。特朗普团队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建设新机制，但他们希望冲垮旧的一套，打蔫民主党和传统政治精英，培养出政治上新的民粹逻辑，尽量保障当下的利益4年后能够延续而非中断。不知道胡锡进老师说的利益是什么利益？马斯克还需要利益吗？这个衡量正能量和小粉小红的
的一个尺子，一个现象，就非常有意思。你看他支持不支持阿根廷米莱，支持不支持越南的改革，对马斯克是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支持不支持小霸王，支持不支持乌克兰。你把这个串起来连到一起一看，你就发现了胡锦老师刚开始是支持马斯克，但是后来慢慢的就回过味儿了。如果大家都支持马斯克，那把马斯克这一套，万一有人提出要这么搞，那胡锦老师这个退休金都是个问题。胡锦老师毕竟还是有点特权的，所以坚决要抵制。很多小粉小红还没回过味儿来，小粉小红支持马斯克是看热闹，看美国笑话，本质上不一样。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